2026年8月2日，常年期第18主日，恭讀聖馬竇福音14章13節至21節。那時候，耶穌聽說若翰死了，就上船，獨自退到荒野。群眾聽說了，就從各城步行而來，跟着耶穌。耶穌一下船，看見一大夥群眾，便對他們動了憐憫的心，治好了他們的病人。到了傍晚，門徒到耶穌面前，說：這地方是荒野，時候已不早了，請你遣散群眾，叫他們各自到村莊去買食物。耶穌卻對門徒說：他們不必去，你們給他們食物吧。門徒對耶穌說：我們這裡什麼也沒有，只有5個餅和2條魚。耶穌說：你們拿來給我吧。耶穌於是吩咐群眾坐在草地上，然後拿起那5個餅和2條魚，望天祝福了，把餅擘開，遞給門徒，門徒再分給群眾。眾人吃了，也都飽了。然後他們把剩餘的碎塊收了滿滿12筐。吃的人數，除了婦女和小孩外，約有5000。上主的話。這段福音告訴我們，5餅2魚經耶穌祝福，擘開，分發後成為豐盛，強調供應的根源不在人的資源，而在主的手中。耶穌看顧人的需要，當我們把有限交給他，他能成為豐富的供應。在我們覺得不夠的時候，耶穌能使愛與恩典變得足夠。上主，我們感謝你廣施仁慈，使我們能認識你是宇宙的創造者和掌管萬物的主宰。求你繼續扶助你的僕人，不斷更新我們，保守我們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們。這裡什麼也沒有，只有5個餅和2條魚。耶穌說：你們拿來給我吧。耶穌於是吩咐群眾坐在草地上，然後拿起那5個餅和2條魚，望天祝福。門徒再分給群眾，眾人吃了，也都飽了，然後